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今日要教大家做运动，轻活养生操。好，一开始我们会用太极运动教大家运动。做好的时间都得用球做好，有球运动做一些衍生。好，有球动好，没有球也没关系，没球没关系，可以用什么？指甲油、涂好油、毛巾，用毛巾也可以，或者是手上握一个娃娃，好，就是替代它做一些延伸，好，身体的延伸到把脊椎整个拉开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球，一开始可是时间哈，太极运动搞太极，好，不用碰，不用喝，好，不用喝，好，等下停下做哦，做运动。好，开始时间哈，好，要站好，站好，开始哦，加油哦，好，吸气，整脚喊出去，吸气，吐，慢慢做，吸，就起来，都唔使跳高哦，好，不用下来，慢慢做，好，正片，高起。过来，我来起跳，慢下来哦，慢下来，好，过来，过去，慢慢做，5、6，过去7、8，后来哈，手会下来，手肘下展，好，点起来那个肩膀粘连，打开来，好，延伸，数上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把这个肩关节拉开，好，数上来，好，记得呼吸哦，3，等好，数上来，4，打开来，慢慢来啦，慢慢做，打开来，5，慢慢来，好，过来哦，6，重心左移。重心右移，好，收回来，数重来，你的左脚做脚数重来，好，数位数重来，好，喊出去，捧，啊，身体要站好，好，站好，看好，捧，捋，慢慢做，挤，送出去，打过来。收回来，推，记得推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后脚脚跟要发力，推出去，好，送出去，好，单边，慢慢来哦，脚尖要转到你的跟手同个方向，搭手，好来，好，手指头下去，好像那个老鹰的嘴巴，单边。转过来，转腰转脚，推出去，好，转到旁边，太极运动哈，收回来，好，老师把它变成是一个肌力有氧现代的运动，推出去，好，收这样子，好，右脚正脚转出去，再一次，好，手伸起来。好，来一下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等一下倒拧哈，往后退，练习我们的平衡跟肩关节会做一些旋转的动作。好，手将矮，手将矮。好，脚跟点地，摆好姿势，手慢慢这个跟条来一下，来，好，拉起来，后退，小步一点，好，再盖下来，好，把这个肩关节往后拉。好，这样盖的时候呢，就退一小步，慢慢来哦。好，再踢3拜，来一下，退的时候踩稳以后再推出去，最后一步，配合呼吸哦。好，手下来，一手从头盖下去，踩稳以后，脚跟点地，再摆好手。我们现在前进4步，退4步，会不会哈？退下来叫前几步啊？吸。看手，手到眼到，
伸到，脚踩出去，转腰转颈往前推，好，手眼伸步法嘛，哈，后移，不对吗？好，上步，踩稳，推出去。好，老师讲一下，如果你上步的时候呢，这样上去，好，脚跟如果会抖会危险，你就踩地就好，踩地踩好，好要有跟啊，怕你重心不稳嘛，这样踩出去。好，再手放下来，往上拉。好，我们要转身哦，刺出去，好，会向你的左转，就转到这边去，刺出去。你3吸，好，这个要挡住，好，然后这敲，好，脚往前踩，推出去，送出去，再敲一次，好，最后起来，好，再拉一下，放下来，好，我们前面练的是我们太极运动，等下老师连续打1次，好，就是结合肌力运动的肌力，好，有氧、旋转、拉直的运动哈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来站姿站好，好站好，好，记得运动时间哦，鞋子要穿布鞋哦，要包紧哦，好，那个脚走路的时候才会稳定，好，你在家里穿什么鞋？好，拖鞋，怕你会滑，好，记得要穿鞋子，好，把脚给包住。可是咯，大家数只眼哦，吸，行路，數腳下來，過來，數企起來，腳下來，好，勾起，做6次，過來，重心要移哦，這樣移，好像行雲流水一樣，好，行雲流水，好，5，不對哈，慢慢走，6，好，下展。過來，好，勾起，過來，好，收，腳跟點，捧，捋，擠，推出去，送出去，按，單邊，配合呼吸哦，慢慢來，慢慢走，送出去，轉過去，輸正來。收回来，敲，好，推出去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手举起来，手用好了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下来以后好了，用好，用好，推出去，送出去，1、3、4，好，这脚跟要点地，好，怕跌倒的话就踩地。好，就是重心怕不稳。好，退几步就上几步。你慢慢来哦。1，很好。3、4，好，退步。都得好，你还要刺哦，刺出去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收，推，再正，好，举高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太极啊运通，啊，电还会结合你可以结合毛巾，好，结合 Q 啊，都得用好了一起做哈，啊，可是咯，手这样看，好，吸，吐，吸气，吐气。勾了，勾起，好，拿个球哈，吸，5、6，好，手肘下展，打勾了，把这肩关节打开，主要是把这个拉开，再拉，好，勾了，打开，好，重心要移动，打勾了，好，尽量把这肩膀拉开。点头拉开了，好，这样拉开，好，收手，收脚，站稳哦，站不稳就踩地，站得稳就脚尖点地，练习平衡感，好，
加油哦！捧、捋、挤，打勾了，向后坐，推出去，换边，搭手，转过来，推出去，好，加油喽！好，送出去，再搭一下，好，举高，拉下来，好，再换手，拉一下，不用哈落，可是哦，退4次，2、1、3、4，好，上步1、1，后移重心前脚，加油喽！做一次，好，后坐，有点好，2次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回来敲，推，再正，好，手举起来，扩胸，来一下，15不用哈了，好，因为搞的太极，好，太极运动，好，运动结合 Q 哈，可以做一些延伸，好，我们有倒捻后把这个肩条来口了，向后延伸，好，有手肘下展，好，分手，很好，来口了，好，做一些延伸哈，好，肩条来口了，重心做一些移动，好，移来移去，既有道具啊，毛巾也可以哦，毛巾也可以用哦，好，可不可以搞太极做运动？太极作为清好等下爱涉水，下困一下。大家听下做清火养生操，好，根本搞太极做运动，好，这个有看到吗？来数拿2支棍呢，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健走杖哈，好，在家里面理不好哈，都得拖把把它拆下来，好，扫把把它拆下来，好，拆下来以后呢，下面哈。最下面这个要装个脚垫哦，才有止滑的效果。好，用这个止滑。那这个是有个握把，好，可以用你的鞋带哈，给它捆一下，就有止滑的功用。好，拿的时候要在肚脐的高度，好 ，L 型这样拿着，这是 L 嘛哈，这样拿着，啊，拿着有什么好效果？好，就是挺胸。好，走路呢，好，就会走路走得很健康，很好，好，让走路走得轻快，延缓退化。好，可是时间啊，做3、4、5，好，5个动作，好，通做搞太极，好，大家用听下做哦，好，可是时间是为正片、左片，摇来摇去，好，摇来摇去，都对吗？好，勾起，勾来。勾起，勾来，好，勾起，勾来，好，就是做一些暖身哈，暖身运动，好，运动，好，叫暖身，好，第一扎运动竖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好，做竖起来，好，不用下来，手举起来看上面，看蛋糕，不用下来，好，竖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勾来，7跳。抬起来，好，平衡训练，好，抬不起来就点地就好，好，做点时间哈，卡高，训练平衡感，好，这个是右脚对不对？正脚抬起来，左脚做点弯下来，好，膝盖不舒服就弯一下，好，就抬起来，抬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好，做400、300、400，第3扎运动，苦下来，竖双出去，膝部向后背。不能会打车，背打直，好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哦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，好，不能会打车，背要打直，老师给你看一下，现在给你们空一下，好，这个背要打直，一直线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，这是标准姿势哦，好，拇足弓挺来哈，哪里会酸？太久，好，
很酸，大腿很酸，膝盖不会酸哦，好，腰也不会酸，好，记得吗？好，放起来，做2摆，好，屈下来，手慢慢松出去，放起来，好，第4个，好，第4个运动怎么做？真数跟做数，喊入喊出去，所谓撒，好，这个推的时候松出去，把这个扁条肩膀的这个紧绷给它拉开，松出去，输正来，松出去，推出去就推出去，推出去，第3摆，第4摆，4次就要收脚，再换脚，弓箭步，撒，好，这是可以加点声音，推，好，好，第3次，然后哦，第4次推，输中了，好，第二阶段要做超慢跑，好，超慢跑，好，喊路，好，别人运动动后你猛，数做的送出去数中了，好，不会弄有挺头，背会有做运动，不会弄，好，加上什么喊路，好，不会弄挺头，多喊路，好，超慢跑，好，这样超慢跑，这样一，好，2，好，这样超慢跑，做4个8拍，好，4个8拍，好，最后的时候呢，真数不能做数，好，真数不用跟贴蛋糕，好，拉直，放下来，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搞的第1个运动哈，我们这个健手站的律动，好，律动，好，可是时间正片、左片，啊，勾起、勾来、勾起、勾来，做几次？10次，10摆，好，做对吗？好，慢慢来，好，9、10，好，停，好，真数开起来，空蛋糕，好，每个动作做4次，做数空蛋糕，放下来，数开起来，用下来，放做数开起来，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，好，脚开起来，用下来，过来，做脚，平衡训练，好，来把你的平衡练起来，做脚，真脚，好，真脚哦，好，做脚开起来，好，第3招运动，屈下来，手会送出去，膝部向后背，屁股往后翘，好，放起来，好，练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，送出去，然后哦，放起来，好，真数不能做数，好，我们要弓箭步，要刺出去，刺出去，好，把这个你看会不会输哦？送出去，好，推的时候轻一点，因为这里会拉开，好，慢慢把这个肩膀拉直，再绕回来，推，收回来，3摆，送出去，第4摆，送出去，啊，换脚的时候，撒，好，你要撒也可以，要哈也可以，好，可以搭配一些节奏。第3，加油哦！第4次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好，够了，超慢跑，好，最近很流行超慢跑，好，把肩膀做一些前后推的动作，好，这样1、2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7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是只有这个跑步哈，好，只有超慢跑，好，不会弄会挺疼哦，这样推，好，推，好，做对哈，好，最后一个就是真数不能做数，好，手放好，慢慢的举开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好，这是给会搞第1首歌哈，就是音乐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喊，拍子啊，或者是你这个节奏，好，自己搭配，好，慢慢来啦，慢慢做，运动哈，运动一定要站着哦，好，肌力才会增加。好，第2首歌就是进阶版，好，大家听下做，好，做脚，好，做脚，好，伸直，好，这样推，好，这样踢，都得哈，好，这样子出去，哎，懂好，6，做10摆，做10次哦，8、9、10，好来哈，好，屈下来，慢慢屈下来。数将来，数开起了，哎，用这样数平衡，强化它，好，拉你的脊椎，数不用下来，
放起来，再一次，送出去，手抬起来，等好，慢慢变下来，好，往后踩8次，走就开始，好，回来，好，听100，踩稳再回来，好，训练我们的后腿的肌肉，拉回来，吸，就上来，过来哦，加油，6，等好哦，7、8，好，我们等下向后看，向后背看，左数哦，站矮，向后背看，数正来，好，真数站矮，数正来，好，换手，数正来，换手。数正了，好，扩胸，数打开了，打开，用下来，做200，吸气，这样举高扩胸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滑雪，深蹲，屁股往后翘，啊，向后滑，好，拉直，拉起来，好，再一次，苦下来，好，拉直，再拉起来，好，是我们这个。进阶哈，进阶增加它的蹲，还有用招数开起来。我们练习1次，好，听改走哦，好，踢，好，10次，3、吸，5、6、7，很好，8、6、10，好嘞哈，扶下來，數隻眼，騎高，慢慢飆下來。放起来，扶下来，屁股往后翘，背要直哦，加油哦，手不用下来，放起来，往后踩哦，8次，1，好，慢慢来没关系，3、4，等好哦，做对哦，6、7、8。好，向后背空，左手向后背空，数正的，双手向后背空，数正的，双手，等好哦，慢慢来，向后背空，数正的，数打开了，扩胸，把胸给扩开，好，数正的，好，扩胸，回来，好，滑雪向后滑，慢慢这样滑下来，啊。背要打直哦，不可以驼背。好，举到最高，竖起高，够了。滑雪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今天教2手，这是2种的动作哦，运动哈，等好哦，有时间会用哦。最后做一个收功操，好，就是这个收操哈，扩胸，等下手会打开哦。呈现大字形哦，手打开来哦，手打开来，好，像会不会吐气？好，吸气，对，脚趾头要抓地，好，做对哈，扩胸吐气，要有根呐，扩胸，回来吸气，做对哈，扩胸吐气，回来吸气，很好，最后一次，吐。吸气，好，你不会教大家做运動，大家愛上慢做，定下愛洗水，下困一下。